哇！呢啲係回憶殺啊！我嘅少女心咧都出翻晒嚟啦，多謝你哋啊！哦，行啦行啦，你要再爬你去馬子啊，識㗎啦！哇！咁快就放小息啦？咦？
啊，仲想知道你哋失戀嘅時候會想聽咩説話呢？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Kitty 吉提，平時我會唱下歌啦、busking 啦，仲有拍下片嘅。我 IG 係 KITTY_CHM_。如果講失戀會想聽到啲咩嘅話咧，我會話我想聽到想喊就喊啦，我會喺你身邊陪住你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隻眼冰冰嘅青青。咁我 IG 係 OK 青青啦。如果失戀嘅話，我會想話俾大家聽，無論點都好，我都會陪住大家遞紙巾俾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伍樂恒 Emily。我嘅 IG 係_Emily 底線 NLH 底線。如果失戀愛會想聽對説話嘅話，就係勇敢去做你想做嘅事，同埋開心嘅事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一個獨立唱作人啦。咁我叫 Candy，咁我嘅 IG 咧係 Sailor Candy SAILORCANDYNG。咁如果我失戀想聽到嘅説話咧，就係你唔好喊啦，我哋一齊出去玩，再識到第二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essica， 我嘅 IG 係JESSSSICATANG。咁失戀嘅時候咧，我會想聽到啲人同我講，你已經喺好起嚟嘅路上啦，只不過你而家未知道啫。Thank you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青英，咁我嘅 IG 咧係LEUNGCHINGYANNN 3個 N。咁咧，我係一個駐唱歌手啦，同埋都係一位 model 啦。咁如果我失戀嘅時候咧，我會想聽到身邊嘅人同我講話，繼續加油啦，你一定會越嚟越好㗎。Thank you。聽我講，失戀一定要聽樓上的姐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曾子晴 Vivian。今日好開心咧嚟到荷里活廣場啦，咁啊同大家一齊咧見證住 Honey Punch 呢個咁大嘅日子啦。咁我叫做IG 咧係 CHIGBEE0808，中意就 follow 啦，不過 follow Honey Punch Official 會比較好啲嘅。係，多謝晒。唱歌之外，我都好中意跳舞，我係一個 dancer 嚟嘅。如果失戀最想聽到嘅一句説話，我相信係你已經好努力㗎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喵喵，我係一個 content creator，同時係一個占卜師。今次如果係周失戀嘅話，我會希望人同我講係。希望我可以享受嘅單身嘅同時，但我依然去期待愛情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Honey Punch 樓上嘅姐姐 ，thank you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桃桃。如果失戀嘅時候咧，我會想聽到人講話，你已經好好㗎啦，你已經夠好㗎啦，唔需要再好。咁我嘅 IG 係 TAOTAOBIRD，thank you。我係 Karina 黃文倩，咁喺大家嘅 IG 咧揾你的好朋友 WMS 揾到我㗎啦。我平時好中意玩音樂啦，同埋都好中意玩搞笑嘢咁樣嘅。失戀我之前咧我就冇失戀過，但我聽到有人講嗰樣嘢好搞笑嘅，佢就話你下面飲多啲水啦，你又要翻工翻學啊咁樣。所以希望大家都多謝支持啊 Honey Punch 咁樣啦，俾多啲掌聲俾佢哋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你哋好啊！我叫做康晴啦，我嘅 IG 係HONG_CHING1218。咁我咧就係一位 busker， 同時係一位 model 啦。咁如果講話失戀最想聽到嘅説話，我會話愛人哋之前先愛自己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Honey Punch，多 follow 下我 IG，thank you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愛晴，我係一位香港嘅獨立跳唱歌手。咁我咁啱咧，聽日都會發布我嘅新跳唱歌曲。我嘅 IG 係 OICHING_OIC， 希望有機會同你哋合作。咁如果失戀嘅時候咧，我都希望聽到唔緊要㗎，你想喊就喊，大喊出嚟；想跳就大跳出嚟，要好好愛惜自己。多謝大家支持 Honey Punch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米線，我 IG 係 CHICKCSYYY， 我係一個 fashion designer。咁失戀嘅時候，我最想聽到嘅係做好自己，然後就會有更高級嘅愛情。多謝大家。
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做姜嘉欣，咁我係一個彈唱嘅老師嚟嘅。咁咧，如果我失戀，但我 IG 啊，我個 IG 咧係姜嘉欣。咁如果我失戀嘅時候咧，我希望有人同我講就係話，有人喺你身邊出現，其實係想令你成長嘅。多謝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oJo 李希瑤，我係一個獨立跳唱女歌手同埋 DJ。咁我嘅 IG 係 Space JoJo Space and 李希瑤。咁我身邊最想聽到一句説話就係、呢一場 show 嘅謝幕係為咗下一場更加精彩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Honey Punch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莊啦。咁我嘅 IG 係 SUICHONG_。咁我喺失戀嘅時候最想聽到嘅就係、你已經做得好好㗎啦。大家好，我係 Kelly，咁我平時好中意彈吉他唱歌啦，咁我 IG 係 KTYYLLY_，咁大家中意就可以 follow我睇下我嘅 cover 啦。咁如果失戀嘅話，我最想聽到係人講嘅嘢就係、你一定會遇到一個更加明白你嘅人㗎，多多支持 Honey Punch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Hestia。咁我而家咧係一個 content creator，主要咧係拍啲搞笑片為主嘅。咁如果問我失戀嘅時候最想聽到啲咩咧，我就會話你嘅前男朋友只係你嘅嘉賓嚟嘅啫，唔係結局嚟嘅。多謝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顏成欣阿燕。我而家係一個職業嘅歌手，係婚禮同埋 Annual Dinner 嘅駐唱啦，同埋我亦都有自己做創作同埋寫詞嘅。如果係要我喺失戀嘅時候要同自己講嘅一句説話，我會話要愛自己，同埋要將最好嘅溫柔留俾自己。而我嘅 IG 係我嘅全名，係_NGANCHINGYAN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Honey Punch。我仲知道你哋好有心，仲拍咗段片俾我哋啊！我哋可唔可以而家一齊睇啊？可以。OK，咁我哋而家就大家一齊望上面嘅電視啦。
感動嘅一首《樓上的姐姐》，亦都多謝。就係今日下晝3:30喺呢度叫我擔當同埋無面擔當，無面真外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Honey Punch 嘅 Connor， 我係 Honey Punch 嘅公關擔當，即係我負責外界嘅溝通，同埋我仲有另外一個幕後就係小靈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Honey Punch 嘅唱歌擔當同形象擔當，我係 Chelsea， 佢哋覺得我形象擔當，因為我個外形佢哋覺得比較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Honey Punch 嘅 Alma， 咁我係 Honey Punch 嘅可愛擔當同埋望愛，咁望愛真係呢團嘅最細嘅，咁我今年13歲。我雖然第一次嚟呢一個班房，得一首歌咁大把㗎咋。梗係啦，仲有咩歌咧？仲有我哋第2首快歌《玩到入晒》。當年，現在我未成年，讓我膚淺，只知戀愛大過天，忘記有益的界線，自動掠過他眼前。樓上的姐姐啦，而今次嘅作曲就係作曲、編曲、監製就係莫成，而填詞就係灣文哥哥。大家第一次聽呢首歌，可能係覺得講緊我哋失戀，但係如果你仔細去聽啲歌詞，你會發現係關於我哋嘅少女情懷。係首歌入面有一個好傳統、喊到成地都係紙巾嘅姐姐，咁仲有一個瀟灑嘅姐姐。咁咧，其實就係等於我哋對愛情又驚但又想試啦。不過呢一樣唔係重點。其實咧，我哋今日好想同大家分享一首我哋最近非常之中意嘅歌，就係當然係我哋首新歌《樓上的姐姐》啦。咁但係我聽到有人問我，咦，究竟樓上的姐姐係邊個啊？其實我哋賣個關子，一齊睇下上面嘅熒光幕片。Hello， 咁多位觀眾大家好，都要睇啦，因為入邊咧亦都係有我嘅演出㗎。咁我就好開心啦！咁今次可以同到 Honey Punch 佢哋合作啦。咁今日咧我就因為有工作在身，咁所以咧我就唔可以嚟到現場同大家打招呼啦。咁但係咧我都好想比較驚喜大家同埋 Honey Punch 嘅。咁所以咧我就拍咗呢一段片啦，希望佢哋咧呢一首歌啦，同埋呢一個 MV 咧都可以繼續個點擊率繼續升上去啊！拜拜。亦都多謝三位老闆嘅栽培，對佢哋嘅信任。